先生，您是开农业搬运车摔跤吗？先生，唔系是农业搬运车跌落来嘅，系冇？先生，唔系是农业搬运车跌落来嘅，系冇？是的，俗话说，倒霉真倒霉，走路一直跌，却跌到这么严重。嘿，小二讲，衰，行路破袋，才跌到咁严重。嘿，小二讲，衰，行路破袋，才跌到咁严重。头部有撞到吗？没有撞到头部，頭拿要衝到冇？冇冲到头哪，頭拿要衝到冇？冇冲到头哪。但是整个左脚好痛。您是左脚先着地吗？对，唔过几只左脚动切，唔做腳先跌地，係冇？錯。唔过几只左腳動切，唔做腳先跌地，係冇？錯。胸口、肚子有撞到嗎？有撞到。胸脯肚臍要衝到冇？要衝到，胸脯肚臍要衝到冇？要衝到。您现在会不会痛？有一点。你下會切冇？有一說，你下會切冇？有一說，请您手举起来活動看看。胸口会很痛嗎？还好。一手徛起來發痛看看，胸脯會一切冇？還是得，一手徛起來發痛看看，胸脯會一切冇？還是得。您现在最痛的地方是哪里？左脚。唔跌下真切嘅萎縮臀呢？左腳，唔跌下真切嘅萎縮臀呢？左腳，左脚这个地方吗？没错。左腳裂紅係冇？冇唔錯，左腳裂紅係冇？冇唔錯。俗话说，男怕脚肿，女怕头昏。人講男驚腳腫，唔怕頭昏；人講男驚腳腫，唔怕頭昏。您的脚看起来肿得蛮严重的，腳看起來腫到當嚴重，腳看起來腫到當嚴重。我们先帮您照 X 光。好。我哋先同照天光，好，我哋先同照天光。好。您之前有没有药物过敏的情况？没有。有没有开过刀？之前有藥物過敏嘅情況冇？冇，之前有藥物過敏嘅情況冇？冇，有没有开过刀？也没有。了解。有開過刀冇？一冇，了解。有開過刀冇？一冇。了解。请您旁边稍坐，我先帮您的脚做固定。請向旋行坐下，我先同一腳固定。請向旋行坐下，我先同一腳固定。照完 X 光后，再看后续治疗方式。照好天光後，我再看後續治療方式。照好天光後，我再看後續治療方式。谢谢医师。好，羅拉醫生，好，羅拉醫生。